黎巴嫩连续传出 BB 扣甲电话爆炸事件，外国媒体报道，可能是以色列情报单位所策划。中欧国家受到风暴影响，引起2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造成上无24人死亡，意大利北部撤离9000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黎巴嫩这2天是连续传出讲有 BB 扣甲对讲机爆炸的事件，嘛造成超过30个人死亡，3000人受伤。以色列政府到即马是拢无出声。有外国媒体报道，可能就是以色列情报单位8200部队甲莫萨德这个部队所策划。就在各方将眼光集中伫呼吸器爆炸案的时阵，以色列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据点发动空袭，对以色列南北2线开战，造成重大伤亡。我代表英国偏左的社民党竞选议员，目前担任法学教授的律师杰弗瑞奈斯，指控以色列军队、哈马斯甲真主党3方面用老百姓做攻击目标，应该接受国际法庭以战争罪行审判。另外，爆炸案本身，以色列政府为了高到军方甲情报界，全部对情报单位安怎参加其中拢点点。根据路透社回应各方的讲法，除了叫做莫萨德，也就是特殊总理的国家情报局以外，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所属的神秘单位8200部队，也互外界点名。伊成立伫以色列建国初期的1952年，比莫萨德晚3年。上早是负责纳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无线电通讯。The unit started with the main focus of being an alerting unit, classical SIGINT unit, signal intelligence unit, then morphed into a cyber operation,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cyber operations worldwide. 路透社报道指出，外界认为呼吸器爆炸案由莫萨德执行，8200部队是担任技术支援角色。退役警员是表示，无法度透露详细情形。不过，这做法正符合8200部队的组织文化，也就是刺激单位18到20出头的少年士兵，用创新的手法达成任务。If you think of if someone would have told you yesterday or a day before this event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you would say, "Yeah,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It looks like something from a science fiction movie." I think those are exactly the kind of challenges that make such young people excited, and I think a great example of how smart minds could work to achieve a challenge that looks again crazy when you just think of it of the first time. 萨姆博斯基目前担任投资基金的经理人，伊的同事甲前后期8200部队官兵，伫退役了后，不少人转去科技产业，特别是网络资安公司。这人创立的 IT 企业至少数十间遮尔多，也是以色列网络产业发展甲正好的重要动力。公视新闻时间人朋友。立法院今仔开始新的会期，行政院长杜永泰施政报告讲，国会就是国民的希望，唔是战场。也针对即马国际上是有风声讲，黎巴嫩真主党用的这爆炸 BB 扣，都是来自台湾的。杜永泰嘛强调，已经下令国安单位调查这条假消息的来源。民众党立委也摆抗议阻碍议事进行，立法院新会期20开议，行政院长杜永泰带部会首长施政报告，而且化团结合作，打造幸福台湾为主题，强调国会是人民的希望，不是朝野的战场。不过因为 NCC 代理主委洪碧忠嘛列席，引起民众党团的不满，当场抗议。国民党团虽然无成员，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是宣布先休困沟通。另外，最近黎巴嫩真主党引起爆炸所使用的 BB 扣，牵连到台湾金阿波罗公司，杜永泰谴责这是恶意的连结，强调国安单位已经在查这个假消息。把这件事情跟台湾的厂商，甚至台湾的政府做恶意的连结，这个部分非常不应该。那么国安系统、国安单位也已经就这个背后假消息、假讯息的来源已经开始追查，那么我也希望国人不要以讹传讹。
检调嘛介入调查。经阿波罗公司的负责人柯清光互人约谈，询问了后，20透早如令请回。经济部长郭志辉嘛表态，这个公司所生产的 BB 扣所有的零组件是被爆炸的，认为台湾厂商是无缘故去互人牵连到。可以很肯定的讲，台湾生产的这个 BB 扣是不会爆炸的，里面的零组件就是比较低阶的 IC 啊，然后电池啊。这些东西都不会产生爆炸。我们可以肯定的讲，不是台湾生产。我想把事实厘清，那国际媒体也逐步的了解，好，那我们就是呼吁外管好提高这个注意这个安全。对央行19宣布第7波房市管制，提出包括名下有房产的民众申办房贷无提供宽限期等4大措施，一旦讲历史上上界严重的打炒房，不过对应台是讲，唔是打房，是打炒房，希望会当有效减少炒房的行为，帮助房市会当正常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中国最近咧批评赖清德总统，讲伊即马咧练兵，就是要舞台独。国务长顾立雄是强调，一直咧掠输的主内就是中国，台湾会继续加强自我防卫。也对明年开始，咱的官兵就免搁练6枪，会改用近战肉身来直接对焦。不过嘛，去互外界批评讲，即马人拢是用军机、飞弹、无人机咧拍，咱煞搁咧甲人比拳头舞，敢会差人受罪？每天在挑衅，然后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是中国。中国国台办批评赖总统练兵必独，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去强调，一直呛声是中国，台湾用手势作战，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不过，伊上任了宣布国军明年开始废除刺枪术，专门推动近战决斗，引起质疑的声音。战场的环境瞬息万变，手上有任何的东西，包括枪械，然后如何进行一个有效的格斗，具有实用性的一种的战技的一种训练。很多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北约国家很多都是很强调近战格斗。有美国华府智库报告指出，美方欠对台军售已经205亿美金。伊表示，代表有共识，优先建立咱无对称甲后备战力，有估2到3年来完成。要看的应该是说。我们相关的这些不对称战力的建构、后备战力的这个形成，用多元的手段来强化我们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对台美是不是可能合作生产军备？伊讲，日后美国商务部会率团访问台湾，有机会就无人机部分讨论生产能量、甲技术，家己乐观期待。因为美国联邦参议外委会首席议员李次甲在美共和党参议员联合提出2024年战略法案，为经济、外交甲军事方面支持台湾，来确保甲中国竞争当中处胜。记者综合报道。食安的问题是继续咧飙。宜兰罗东一间越南的小店最近有民众去用餐了后，出现吐甲闹情形，到即马是已经尚无收到32个人的通报，怀疑又搁是食物中毒所引起的。卫生局嘛随派人去稽查，发现这业者请甲煮过物件拢总揽做伙，嘛下令停业改善。这间卖越南料理的店头，铁门是拢套落来，暂时停业。因为为10月开始，就连续传出有民众去食饭了后，出现吐甲流，还有发烧等等的症状，那像是食物中毒的群组案件。刚才去医生看了后，拢已经当去处理休困。稽查的部分其实有一些的缺失，环境上的缺失。我们除了开立一些宪改的部分，同时我们勒令这个业者停业。宜兰县卫生局初步去这间在罗东的店头调查。发现业者青甲色的食材并无分开管理，山汤嘛无完全惹到，有的食材放伫涂骹等等的缺失，需要求业者来停业，启动调查，要来了解民众食物中毒真正的原因。因为有听说，不知道是不是生菜的问题。觉得不是很好。环境怎么样？环境卫生？环境是出来的东西是蛮干净的啊，但是它很多调料都需要你自己去加。附近的民众表示。有听讲，那像是这间店，因的车菜出问题，不过真正的原因要是要等调查的结果。另外，有去这间店食饭的民众讲，伊捌伫遐食猪肉河粉、甲青木瓜沙拉等等，冇出现闹事的情形。猪肉汤，对，猪肉河粉，然后越南煎饼，还有一个青木瓜沙拉。我们自己是比较怀疑青木瓜沙拉啦，但是就是检疫查也还没出来，所以。
也让这间店有伫人并且发广告，甲消费者回失礼，嘛强调讲绝对袂会提责任，请人客甲就医的收据留掉咧，后续医疗的给付，甲赔偿相关的代志一定会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新闻。台东食台仔粽中毒3人死这案是验出真毒的农药托福熊，不过这农药是安怎去染到食的物件？检方今仔车法医验尸，望会当赶紧查明真相。再来看最近有民众伫咧网络求助，讲因朋友8月底去中国，对上海入境了后，人就无消无息，到当时已经超过3礼拜啊。怀疑是已经向骗去。海基会表示，已经发文予中国海协会来找人。死刑的失宪案，宪法法庭今宣判讲，死刑是带条件的合宪，限制适用范围来犯着上严重的罪，严格遵照法律的程序来审判，才会使来判人死刑。继续来看国际新闻，再来看中欧国家最近是受到风暴影响，引起2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嘛造成上无24个人死亡。也伫咧意大利北部是撤离超过9000人，伫咧波兰是动员超过14000名的官兵，加强防灾准备。为空中看厝全部浸伫水内，当地居民今年踮伫较悬楼层等直升机救援。直升机来回总共500摆的救援行动，最为较低的所在，救援甲消防人员是拖手灵船，带行动部方便老人撩水过。普瑞斯风暴伫19侵袭意大利东北部甲中部，中部马卡尔区有2人失踪，北部的艾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所有学校已经关起来，部分道路受山崩影响，铁路交通也受严重干扰。目前有超过1000人为厝内底被撤离。Sì, un certo timore perché non sapevamo come andava a finire, cioè se bastava oppure se cresceva ancora di più. 普瑞斯风暴为12开始就为中欧国家造成重创，沙丁达速度真慢，伫这所在造成1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包含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甲奥地利等国10月为止，已经有24人死亡。中亚的国家气象局预测，境内多瑙河的上关水位出现伫20或者是21日，会比即马悬出8.5公尺。为防止爆发板气，消防人员士兵甲首都布达佩斯的居民赶紧囤山包来应对。Our expectations are th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water will arrive here a bit after midnight tonight, and it will be below with a 35-40 centimeters from the largest level here back in 2013. 为罗马尼亚到波兰，真济桥被废汽车拢淹了。波兰国防部19动员超过14000的士兵蹲沙包，加强防止大水，而且出动无人机监控大水泛滥情形。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去波兰遭受大水侵袭的地区巡视，伊伫19宣布欧盟下半100亿欧元，差不多代表3575亿，协助受灾国家。公视新闻新竹培编译。讲到南美洲的墨西哥是甲台湾同款，拢伫咧环太平洋的地动大顶头。1985年甲2017年这2场的大地动，拢同款发生伫咧9月19，嘛拢总夺走超过1万人的性命。咱台湾的国家防灾日是明仔载9月21，也因的就是定伫咧9月19。除了是纪念当当时不幸的牺牲者，也同款要全国演习。行路的地动预警系统，甲民众手机的地动即时警报，同一个时间警报显示直弹。墨西哥市一年一届地动演习伫19举行，民众一个一个为大楼行出来，配合国家民防系统的警消人员做各项的演练。今年参与演习的人数计共超过800万人，全市98趴的警报放送头拢有正常运作。De recordar esos momentos, ¿no? Cada que llega esa fecha y se oye la alarma, sí, se pone uno, de hecho hasta se le pone la piel chinita. 墨西哥伫环太平洋的地动带，1985年9月19这一天发生规模8.1的大地动，夺走超过1万人的性命。真拄好伫2017年的同一天，嘛发生规模7.1的大地动，不过这届死亡人数是375人。关键就伫1991年成立的墨西哥地动预警系统。El sistema tiene poco más de 30 años.
funcionando, el de la alerta, y el número de sismos que hemos podido medir son del orden de 12.500 sismos, unos muy chiquitos que prácticamente no son peligrosos y unos pocos grandes que han sido alertados. Los alertados suman 185 del orden, o sea, son muy pocos y no hemos fallado en alertar sismos fuertes. 地动仪表甲记录中心的主任这话是真实在。2022年全国性地动演习，这一天演习结束也无到1点钟，各地警报声是直弹。迄当阵发生规模7.7的大地动，加在敢若造成2个人死亡，35个人受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体育消息来看，美国大联盟的球星奥塔尼小黑，昨比赛是对着马林鱼，佮在创下有史以来全大联盟纪录。敢若伫这场比赛内底，这奥塔尼小黑伊就讲出3记的红不朗，上场6届嘛全部拢讲出安打，佮2届投走率的纪录，一个人就贡献10分，这嘛创下大联盟个人选手伫一个球季内底50支红不朗甲50届投走率的纪录，而且佮直接踏悬到51支51届，这嘛是全大联盟的第1个。咱讲到新冠疫情爆发到今已经5年过啊，针对病毒的起源，最近又有一版上新的研究，讲这病毒应该是对武汉的华南海产市场传出来的，唔是实验室泄漏的问题。不过，这个病毒样本拢是中国所提供的，这研究结果嘛真恶，互人相信。医护人员穿防护衫，甲防感染的病人送去的救护车，在这社区拢封锁，民众拢挂嘴啊，唔敢出门。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是彻底影响到全球特殊。高当来对新冠病毒确实的来源有真侪讲法。科学家上新的研究推测讲，中国武汉的华南海产市场是新冠病毒传播中心，伫实验室漏泄病毒的可能性是较细。科学期刊《细胞》这礼拜刊的上新的内容，研究人员是分析中国伫2020年初提供的样本，包括对武汉市场单位的器具和排水沟啊采集到的800多个基因的样本，发现病毒阳性样本出现上侪区域，嘛当找到河、德齿和欧洲土鸭者的真侪动物的基因样本，推测卖野生动物的单位都是病毒的源头。这些动物内面，土鸭和河是上会感染到新冠病毒的物种。病毒早期传播的路径，真有可能都是这些动物受到感染了后，才传予人类。另外，研究团队阁分析病毒的年岁，结果显示讲，引起大流行的病毒是出现伫2019年11月中到12月中之间，和华南市场存在病毒出现的时间差不多拢相同。虽然讲是安尼，伫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去采集到病毒和动物的基因样本，嘛真歹证明讲这动物有互病毒感染。有研究员嘛讲，中国单方面提供的样本嘛袂当作唯一的证据。欧美国家情报机构是推测讲，病毒是对长期研究新冠病毒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来的，但是这个讲法是较欠证据。而且研究所伫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就已经消灭实验室内面的动物，即马要查嘛无法度查。公司新闻刘安编译。真侪国家生囝率是愈来愈降，伫咧南美洲的智利，过去这10年以来，这出生率就减去3成。有学者表示，除了这个国家是无提供周全的照顾措施以外，查某人的教育水准提悬，较有能力替家己来做主，也可能是因较无愿意生囝的原因。伫公园内面看到真侪少年人来约会，但过拢是牵猫狗来，毋是带囡仔。边仔游乐器材无亲像以前爱排队，即马拢无人算。南美洲的智利愈来愈侪女性无想要生囡仔。No quiero tener hijos porque no quiero, sino que es porque el mundo no necesita un humano, un hijo mío biológico, no lo necesita. Somos millones de humanos, hay sobrepoblación, hay escasez hídrica, contaminación. 除了国家部伫咧儿童照护这方面提供完善的支持，互人担心囡仔生了饲袂起，也有人是惊讲生囡仔了生活品质会变歹。Es una labor sumamente abnegada y que no se aviene con mis deseos, mis necesidades, mi proyecto de vida en lo absoluto. No busco parejas que quieran tener hijos, ni me gustan los hombres que tienen hijos de antes. 智利伫咧过去10年出生率降29%，将在南美洲上低。
智利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平均每一位女性一世人只敢生1.17个囡仔，比维持人口所需要的2.1人少真多。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是，智利2008年开始大学免学费，女性的教育程度跟就业率拢增加，也让女性自我意识变悬。Hablamos de mujeres que no tienen hijos, no solamente tenemos que hablar de mujeres que han decidido no tenerlo porque no quieren ser madres. En Chile hay muchas mujeres, por ejemplo, que quieren ser madre o que quisieran tener más hijos de los que tienen, pero no lo hacen porque sienten que la sociedad no les ofrece las condiciones que necesitan para poder criar y cuidar a aquellos hijos en condiciones de dignidad. 官方预测，在未来几年，智利的出生率也阁会继续降，估计在2023年出生率只敢若1.75，真侪人无想要生，甚至去绝育绑起来，过去10年绝育的人数就增加10倍，就连未成年人有生的比例拢降8成，人口老化问题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辑。苹果的手机iPhone 16伫今仔日正式开卖，国内三大电信推出无共优待方案，有民众为着要抢头香，是9日前就来排队。不过专家认为，因为即马全世界通货膨胀严重，甲市场求水的问题，即届 iPhone 16销量应该会较落。20套餐已经有购买，伫个电信业者门口，都是为着等这个时阵。有民众为着摕到小滚滚的 iPhone 16，已经排9天啊，甚至够用轮班呢，都是为了这届 AI 的新功能。这滑动的那个手工，我觉得它很特别 ，AI 也不错。iPhone 16因为搭载了 AI 的功能，将有助于果粉们呢热烈的来这个购买。抢攻 iPhone 16的商机，国内三大电信业者也拢推出无共的方案。中华电信即届伫北中南拢总抽出180个民众，会当得到 iPhone 16的新手机啊，3000块的购物金优惠券。远传电信是前50个校订民众，搭配每个月付999块以上的5G 智能方案，各折3500块。大哥大是搭配5G 方案，会当抽美式 AI 调成之旅。镜头换来看苹果门市，赶快去因忠实的购买排队要购买。最近不是在推 AI 吗？然后看那个发表会好像蛮有趣的，就想说先试试看。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4款手机啊，除了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的处理器，还有相机控制新功能。不过根据上新供应链的调查，加苹果的官网预告来看，传出 iPhone 16系列头一个礼拜六销售量比去年 iPhone 15衰退12.7%。通膨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导致终端的市场出现萎缩，再加上其实这一次的 iPhone 新机又没有太过突出的亮点，也就使得这一次 iPhone 新机的订货量本身就不如预期。专家指出，市场预测明年的 iPhone 17可能是采用台积电3纳米晶片的进阶版，而且恐惊还要等候到后年 iPhone 18推出，才有可能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